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咱做伙来敬拜上帝，也来静静来听伊的话。圣经中间安尼讲，人若无信心，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既然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拢必须要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伊要报赏追求伊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会当将伊全部的信心，拢寄托伫即个永远的上帝身上，我所相信，这人绝对袂失望。但总是咱伫信仰的路程中间，有时会陷入迄个困境，咱会面对着真侪无共款的挑战。这挑战对咱的信心提出真大的影响，所以这是咱今仔日要面对的功课。安怎坚固咱的信心？伫信心的路程中间，咱免哪去体验上帝的恩典。所以牧师要透过今仔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就是信心的路程。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你的话是充满快乐，是活泼有力量，会当影响、改变、更新、调整阮的生命。主啊，阮只是要静静来听你的话，领受你的恩典。恳求主你帮助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真正了解你的话，也会当透过安尼，就是你所享受的信心，互阮实践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间，来荣光你的性命。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利亚的故事。咱对这礼拜开始，要用过来的礼拜时间来看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这先知，伊所服侍的地点是伫这个北国以色列。所以咱简单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伫所罗门了后，伊的囝罗波安来接续伊做王。因为无适当的政策，互伊国家分裂做南北两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的第一任国王叫做亚罗波安。亚罗波安是一个无敬虔的王，伊互伊的百姓去拜金牛，犯了拜偶像的罪，互伊以后的这国王甲百姓受到真无好的影响。当这个王位传到一个叫做亚哈王的时阵，拜偶像的情形更加严重。亚哈王是一个真无好的王。咱若看《列王记》16章的30节，咧描述这亚哈王的时阵，伊就讲到讲亚哈所犯的罪，比伊进前的王搁较济、搁较重。特别伊娶一个某叫做亚西别。这王后伊是西顿王的查某囝。西顿这是一个敬拜巴力加巴力的某叫做阿瑟拉女神的这个偶像的一个国家。所以当这亚西别甲亚哈结婚了，伊就将这个敬拜巴力的这款的传统带来以色列，这亚哈王全盘拢接受，而且互伊百姓也做伙去敬拜巴力甲阿瑟拉女神。所以，就是伫即个属灵真黑暗的时代，上帝呼召先知以利亚来服侍当迄个时代的人，透过先知以利亚来更正改变这当时一些人因的信仰。所以咱会当想象以利亚伊所面对迄款的挑战是偌尔艰难。伫以利亚要出来服侍进前，要做好的征战进前，上帝特别替安排一个信心的路程，就是咱今仔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进前，咱知影当时阵发生了旱灾，天无落雨，所以真济所在拢产生了饥荒。接续就是咱今仔所读的经文，咱要透过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来思考有关信心这件代志。咱要透过
以利亚这个信心的路程去思考，咱安怎坚固咱的信心。今仔日的故事一开始安尼讲，圣经讲，上主对以利亚讲：“你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去，住伫遐。”咱来看这个地图伊这地图真细啦大家咱看咱圣经内底的地图，我有一个空一个红色的这个块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叫做撒勒法圣经讲伊伫西顿附近嘛我拄则有大家介绍过阿哈王的王后亚西别，伊就是西顿王的查某囝所以咱知影这个撒勒法这个所在接近这个西顿的所在，所以这是一个敬拜巴力的一个中心啦敬拜巴力的一个中心所以咱感觉真特别，就是讲上帝竟然叫以利亚去这个上界危险的所在这是一个敬拜巴力上界严重的所在，伊叫伊去遐住伫遐咱等下来讲为什么要有这个理由然后这是伊第一个信心的考验，去一个危险的所在。然后接续上帝佫对伊讲，伊讲我已经吩咐住伫遐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咱来看今仔日的这个主角之一，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圣经无记载讲这个人伊叫什么名，但是咱若对圣经的记载中间，咱知影讲伊是一个真丧香的人非常非常丧香的人咱看见着，当以利亚去到迄个城门口的时阵，伊看到这个寡妇咧抾茶，伊就对伊讲请互我一寡水啉，然后佫来讲请倒一寡饼互我叫这个寡妇来回答讲我对永活的上帝，你的上帝就抓我无饼，我的罐仔内底剩一杯米粉，甲一点仔橄榄油。我来遮抾茶是要当去厝内底做最后一顿饭，互阮母仔囝食阮食了只有等死尔所以咱知影讲，这寡妇是一个非常非常丧香的人伊伫三方面拢真丧香。第一方面，伊伫经济顶面丧香伊无啥物产业，伊只有一杯米粉甲一点仔橄榄油，食了就一切拢无经济顶面真善用真丧香另外咱知影伊是寡妇伊伫关系顶面嘛真丧香，伊只有一个囝咱知影这圣经中间所记载这个囝应该还佫真细汉，所以这囡仔还未成年之前伊无啥物人通好挖靠咱知影这个时阵是一个乱世的时阵，世界拢是饥荒，根本无人会注意这孤儿寡妇的需要嘛。所以无人来帮衬，伊只有家己面对这个苦难，所以伊伫关系顶面嘛真丧香无人要插伊啦。最后一点咱知影伫经济顶面丧香，伫关系顶面丧香的人绝对爱坚强嘛。但是伊伊伫思想顶面来丧香。伊讲伊讲这是阮最后一顿饭，食了以后只有等枵死，所以伊就无愿望嘛感觉讲无想要活落去，所以伊就是遮尔丧香是经济顶面丧香，关系顶面丧香，连思想顶面伊嘛丧香。咱想看觅，上帝竟然叫这先知以利亚去投靠即款的人，咱伫理性顶面无法度理解，要投靠嘛爱投靠一个会当帮忙的人对无？竟然投靠一个连家己都无法度帮忙的人，一个寡妇。这对以利亚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第三项当然后来咱知影圣经中间上帝加新约，互因会当得到这个补满但是佫发生一件代志，咱看见着圣经讲过一段时间了，寡妇的囝破病，愈来愈严重，最后破病死去。叫寡妇就因为安尼埋怨以利亚讲：上帝的奴仆你为什么安尼款待我？你来到这是要互上帝记起我的罪，互我的囝死吗？
寡妇因为家己的囝的死亡，开始埋怨神的。囡仔的死亡，互寡妇甲以利亚，因拄着一个真大信心的考验。请大家注意哦，以利亚因为囡仔的死，心内感觉真艰苦，伊感觉也袂当确定讲上帝到底敢袂当，互这囡仔搁活哦。伊咧祈祷的时阵，咱看伊是无确定的哦。伊甲寡妇拢因为这囡仔的死亡，拄着真大信心的考验。咱看见着，无论去杀律法，无论去刀刻这个寡妇，无论去面对这个死亡的绝望，对以利亚来讲，拢是一个信心真大真大的考验。但是，咱来理解，这一切拢有上帝安排，因为这拢是上帝叫伊去做的。上帝安排这边的信心的路程的功课，其实是要帮助以利亚伊的信心。咱等下会讲到为什么上帝要安尼安排。咱先来看以利亚透过这个信心的路程，伊得到什么款的操练？首先第一项，以利亚学习伫逆境中间。伫伊无法度理解的中间，伊去学习顺服。这款顺服，都互伊体验到对无到有，上帝是一个全能供应的上帝。咱看见着上帝爱去杀律法，这是一件危险的代志，对伊来讲是无安全的代志。但是伊无问啥物货，就顺服，就去。上帝爱伊去刀刻一个连家己都饲袂活的寡妇，伊嘛无问啥物货，伊就去。伫这段经文中间毋是简单，这个以利亚顺服，杀律法的寡妇，伊嘛是顺服的典范。咱爱想看卖伊的处境。其实伫每一个时代中间寡妇拢是属于弱势的族群啊，特别。伊囡仔若还未大汉进前，无囡仔来照顾伊的时阵，因更加弱势。咱知这是一个乱世，虽然顾性命啦，寡妇的命运都是真凄惨啊。因为人人拢为着家己生存咧挣扎，根本都无迄个气力去照顾这孤儿寡妇啊。现在这个寡妇伊奉上帝的命令，爱供应这个先知。这可怜的妇人人领剩一杯米粉，甲一点仔油，特别枵死啊！但是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讲，以利亚来要求，伊就去照以利亚的吩咐做，因为伊相信以利亚是传讲上帝话的人，伊相信上帝话所以圣经中讲，拄啊亲像上主借着以利亚所讲的，所应允的。罐仔内的米粉无用完，罐仔内油也无用尽。互人感觉上较特别的是讲，这个妇人人伊毋是以色列人伊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人。上帝竟然使用伊、感动伊，伊也做出信心的回应，顺服而且遵守了上帝的吩咐。因为这款无私的分享。伊互伊甲伊身躯边的人，拢体验这个心力更较深。所以，因为因顺服，因共同体验，就是上帝对无到有是一个全能供应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讲，咱对上帝有信心，但是信心是爱甲顺服配合的，因为完全的顺服就是信心的表现。但是，伫遮牧师若爱提醒大家，信心是上帝相信上帝的应允，顺服是顺服上帝的话，毋是顺服咱家己想象的啦。咱来理解咱要操练顺服，爱先操练一件代志，就是爱操练研读上帝的话啦。咱要操练咱的信心，咱来详细看上帝的应允，上帝的应允就是写伫圣经中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伫这个时阵牧师就阁有制度性的行销咱这礼拜查经班要开始啊，
这礼拜查经班，咱要开始来看马太福音书第8章。这是咧讲新约基督，耶稣所行的新约基督。牧师要特别利用这礼拜的查经班，甲大家分享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新约基督的目的啦。咱拢足期待经历新约基督啊，但是有的人就是感觉敢用无法度经历着上帝的新约基督啊。咱来先理解为什么要有新约基督？新约基督的目的是啥物？这其实甲今仔的信息有关系。咱查经班牧师会更加深入甲大家分享新约基督的目的是安怎。所以直接爱提醒大家，咱要顺服，就是爱顺服上帝话。所以顺服的前提就是咱爱先去操练研读上帝话，这是牧师的真重要的提醒。第二项，咱来看，伫这信心的路程中间，以利亚学习着啥物货？其实伊拄着的情形就是绝对的绝望啊！但是伊伫绝望中间学习仰望上帝，所以伊就去体验着上帝是一个互世人会当过活的上帝，是一个掌管生命的主。咱看起着，伫以利亚伊体验信心的路程的课程中间，伊上界大的体验就是啥物？完全的绝望。事实上就讲，无一项代志伊会当完全掌握的。世界拢发生旱灾、无粮食、饥荒发生，佮家己一点仔困难嘛无。要去投靠的人嘛是一个丧乡的寡妇，连家己都饲袂活，这完全的绝望。寡妇的囝死去，咱来知影死亡是咱人类上界大的绝望。靠家己的能力，你敢会当挽回死亡？无法度嘛！你搁有较大的能力、较大的权势，你都面对死亡，你都无法度啊！一点仔机会嘛无。但是伫伊完全绝望的时阵，上帝却开始做工。咱看见着以利亚伫完全绝望的时阵，伊无放弃仰望上帝。伊安那？伊做一件代志，伊将这个囡仔抱去顶面楼顶，伫遐来求救上帝。伊祈祷上帝讲：主啊，你为虾米降灾祸予这个寡妇？我照大伫伊的厝内底，你却予伊的囝死。所以伊3遍拍伫这个囡仔的身上来祈祷，求上帝予这个囡仔恢复。以利亚无了解上帝为虾米允准这个囡仔死亡。这个寡妇已经完全无瓦靠啊！伊死亡剥夺夺走这个寡妇所有的愿望。以利亚嘛无法度，伊只会当专心仰望上帝。但是咱看见着这个祈祷了，上帝互这个囡仔过活。以利亚嘛对这件代志非常非常欢喜，伊将这个囡仔抱落去，交互这个寡妇讲：看，你的囡仔活起来。所以这件代志坚固了寡妇的信心，同时也坚固了以利亚的信心。咱看见着寡妇安怎回答？伊讲：现在我确实知影，你是上帝的奴仆，上帝借着你所讲的话，拢是真实。伊去经历着上帝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伊知影以色列上帝是会当医治人的生命。甚至会当互死人中过活的一个真神上帝，互人生命的上帝，这是伊真实去经历到。因为这款的经历是对完全的绝望来。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想一件代志，就是这本信心的路程，对以利亚来讲是啥物款的目的？咱来明白，其实上帝为什么要安排以利亚到撒勒法这个所在？撒勒法这个所在伊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化炼场就是咱来用华语讲，就是冶炼的地方，是咧炼物件的所在。炼就是透过火烧来锻炼，来互迄个金属搁较金属搁较纯粹，是一个冶炼的地方。
所以先知以利亚来到这个撒勒法这个所在，是要锻炼伊的信心，加强伊的信心。为什么要安尼做？因为咱知影，咱拄则讲过，亚哈王甲王后亚西别，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敌，足大的挑战。所以以利亚伊要面对这两个人，伊必须要有更较大的信心。咱后一讲就分享到，以利亚伫加密山顶面，甲850个巴力甲阿瑟拉的先知对抗，这需要真大的信心。所以上帝伫伊甲人挑战征战的进程，安排伊到撒勒法这个所在，去锻炼伊的信心。咱来理解吼，咱的生命中间可能会体验到真侪上帝的新约技术，但是咱来理解一点，就是讲新约技术毋是信心的基础。信心的基础是咱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确信。咱相信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救主，这是咱信心的基础。新约技术毋是咱信心的基础。你为什么要有新约技术？新约技术的目的就是讲，帮助咱伫这个信心的基础顶面来建立，互咱加强咱更较大的信心。你若将信心建立伫新约技术有一天你若无经历新约技术，你的信心就放弃啊。所以信心的基础是咱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确信，对上帝绝对的信靠。然后咱透过上帝互咱经历的信心的路程，去加强咱对上帝的信靠。上帝互咱经历真侪新约技术，实际上是为着装备咱去行更较大的代志。经历哪侪新约技术的人，咱就有哪大的责任，就是爱用咱的生命为上帝做见证。检查有一寡人会产生这款的疑问：咱伫圣经中间所看到以利亚甲寡妇的体验，咱家己敢真正有这款的体验？确实是安尼啦。有时阵咱真较无咱会当经历圣经中间别人所经验的新约技术。咱期待讲咱破病拢会当得到医治，咱期待咱的事业会当大大扩展，咱期待咱的囡仔拢真听话，拢会当功成名就。但是有时阵，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无一定是遐尼顺利。咱要安怎看这个代志？请大家爱记住一句话，就是牧师不断提起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8章28节。这段经文，咱讲，咱爱知影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咱如果若真做一个听上帝的人，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伫咱生命中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万事拢会当为咱的生命带来真大的稳定。无论是好事，无论是歹事，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咱拢会当透过安尼去经历上帝大的稳定。最近我的牧师娘当经历第2遍的癌症的治疗结束。其实这几冬来对阮的家庭来讲，确实是毋是真简单的代志。有人咧问讲，做一个牧者，我安怎看这个代志？确实伫这个过程中间，陪伴牧师娘治疗的过程中间，对阮厝内底每一个人，包含我的囡仔，拢毋是真简单的代志。但是，阮伫这个过程中间体验到，这是上帝予阮的信心的路程。信心就是，当你看到亲人受苦的时，你家己无能为力，你有缘会当自信去看见上帝伫这中间的稳定。检查伫治疗的过程中间真艰苦，但阮当时也领受真侪来自教会中间兄弟姊妹的关心甲支持。我也确信，伫这个过程中间，阮全家得到的鼓励，嘛会当真做真侪共款拄着相款问题的人、上端挑战的人的帮助甲鼓励。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中间安尼讲，兄弟姊妹，恁遭遇逐项试炼，
应该认为是通欢喜的，因为在恁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你来忍耐到底，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任何亏欠。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安排真济这个信心的路程，互咱会当去去训练咱更较纯粹的信心。亲像咱等下要吟的这首诗歌吼，伫咱的手部内底，新圣诗的587首，伊的副歌安尼写，伊讲：济济事明日会临到，济济事恶的明了。吼，咱明仔载要发生啥物代志，咱无清楚。啊，有一寡发生的代志，咱嘛无明白为虾米会发生伫咱的生命中间。但是我深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头，伫咱人生的路程中间，伫每一步中间，上帝甲咱三角行，帮助咱提升咱的信心，互咱会当避办咱本身，来迎接上帝互咱更较大的稳定。所以，如果兄弟姊妹，你现主是拄着真大的困境，请相信。上帝伫困境中间，要带予你真大的祝福。只要你人愿意倚靠上帝，来超越过这的试炼，上帝会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阮的人生中间安排无共款的代志，互阮经历。阮确实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好事歹事。主，你拢会当互每一个敬虔的人，倚靠你的人得到祝福。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操练阮的信心，互阮会当仰望你来得到帮助。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